诈骗是真抢手，也毋过透过银行来阻止民众防骗，效果阁袂歹哦。金管会统计讲，今年的前3季都有超过8000件，嘛阻止将近55亿的钱汇出去予诈骗集团。另外，最近真实件的投资诈骗哦，伫10月底进前，嘛接到超过700件的检举，有96件嘛已经以上检调侦办咯。 伫暗一波10个人伫提款机头前是霸占真长时间，而且行为鬼鬼祟祟。辨识系统提出异常交有效后了后，马上触发自动通报警察单位机制，警方去查，原来是诈骗的车手。 这几年诈骗案件手法是五花十色，有不少人相信诈骗集团话术了后，就赶紧去银行汇款或者是转销。林慧关怀提问措施已经加做社会安全网真重要一部分。 比如说，他会做一些投资、购物或者是交友等等，想要劝阻他，让他清醒，相对是困难的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协请我们辖区的警员一起前来协助了解状况，因为钱要汇出去嘛，所以总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其实也蛮好的，就是有另外一个第三方来提醒我们，是说我们的汇款是不是有问题。根据金管会统计，去年金融机构透过林慧关怀提问，总共阻止诈骗7979件。 纳查金额有42.41亿，今年前3季已经纳查8170件，金额54.98亿。协助客户防止诈骗所产生的客诉，那在公平待客的评核时，将不列入客诉件数计算。 另外，这几年假投顾真诈骗也真流行，加10月底接到非法投顾相关检举有703件，以上检调有96件。金管会建议提供合法金融业者查证管道，民众投资进前爱细致查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